观众朋友大家好，分享收看福喜来的。今日的人来宾呢，伊系为陶艺家，喺高雄一个佢定亲呢，放嘅地方呢，开一个陶艺工作室。人今日呢，都会了解伊嘅故事。韩国后过韩国讲到哦，伊有一张呢去到六龟去开一个经营工作坊嘅经验。今日嘅来宾呢，都系陶艺家听咖啡，分享咖啡。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係聽咖啡。咖啡係做甜嘅，係，啲些係做甜台。哦，啊，人家哈嘅生長嘅環境還記得嗎？人家哈係很鄉下嗎？蠻鄉下的，以前是三合院，對，所以旁邊住叔叔親戚，對。咁人嘅生長嘅過程啊，還是有想愛行100變做嘛？給麼？我的願望你都寫什麼？小學6年級的時候想當服裝設計師，對，然後大學之後就去讀服裝設計系。小時候就很喜歡畫畫或是動手做東西，對，可能跟家人也有關係吧。家人很喜歡做一些東西，就爸爸會有做那個小時候有做書櫃給我。哦，係哦，爸爸們係很愛動手做嘅，可能是遺傳吧。可能耳濡目染有差哦。對，不過對服裝嘅興趣，唔見家問唔起，原因了，想不起來。對，但就是一直持續很久，到大學就去讀服裝設計系，持續很久哎。對啊，小學6年級都唔太好，還有6、7年嘅時間。對，哎呀，啲度我睇拍去看嘛嘅雜誌啊，呀對哈。會自己亂縫一些東西，係哦，對，家下係為自家做衫褲，對，亂縫一些，拿一些舊的布啊，或是雨傘的布拆下來亂縫。哦，係哦，萬歲路按那個才情，就有展現這樣子的才能，就是這個興趣。對，啊，太好真給路考到哎。對。如果你想還要考得到，也是蠻厲害的哦。如真給考到哎。對，對，然後去讀了之後，會發現其實落差蠻大的，因為要打板、要畫圖，然後會有一些很細節的東西，就會覺得有點吃力。對，但還是就是把它讀完了。但是在讀大學的時候，就也有在外面學畫畫。哦，對，都係很有興趣。對，不過家下就會感覺嘅服裝設計難度有點高，對，但是對設計、對藝術這些都還是蠻喜歡的。喜歡，唔過感覺服裝設計有18個困難，所以這是你後來沒有走的原因嘛？沒有走這一行？沒有走這一行，另外一個原因是服裝設計這個產業在台灣工作機會很少，可能就是去紡織廠。其實真的很難可以當服裝設計師，對。但是因緣際會之下，就有在外面上陶藝課。其實大學的時候有接觸過陶藝課，做過捏過土，然後就其實蠻喜歡的。大學很用你接觸到嘅咯，社團課，對。就是真嘅又連到你小時候很愛動手做，對，其實這好像都一路以來都蠻有關聯的。對，就是因為太好社團接觸到陶藝，後來畢業入去陶瓷工廠畢業之後有做過平面設計的工作，對，然後後來就換到去陶瓷工廠。你喺畢業路有家庭某一行服裝設計，好像在南部更難吧？對，對。你通俗咩喺台南部？對。對，然後後來在陶瓷工廠，他們算是量產的工廠，所以你可以看到從頭到尾的製造過程，從設計圖到最後開模成型，還有燒出來，其實算學到很多東西。對，然後陶瓷工廠結束之後，我就去日本學陶藝。你做一多年家庭離職？還不到1年呢。係唔喜歡。其實已經有想要出去的計劃。對，你都喺家庭上要出去學陶藝。對，然後因為出去日本是因為日本的陶瓷文化很久，它有大概1萬多年的歷史。那日本從北到南，它大概有10幾20個窯區，會形成窯區，主要是因為每個地方它都有挖到適合的材料。對，那
有了材料就会有产业聚落，就会有商店、有工厂，对，然后就会有可能对应的餐厅啊这些等等，就会形成一个聚落。那每个地方的文化、历史背景都不一样，所以陶瓷产品的特色也都不太一样。哦，蛮有趣的。你睇嘅短暂的陶瓷工厂嘅工作，本隔天而去，对。哦，嗰段時間雖然唔長，不過本唔係嘅影響同啟發，本真進入嘅行業條路。是看到陶瓷產業的其中一面，量產的產業，因為我們平常在餐廳用的餐具，大概都是用那種注漿、高壓注漿的方式成型。但是後來到日本去看的時候，其實日本和那些產區大部分都是職人手做，跟工廠的形式完全不一樣。對。所以就這兩方面都讓我學到很多東西，是很大的養分。咁去到日本學唔係學一久？我去了半年，但是這半年後來陸陸續續還有再去很多次。那去的是去工作室，可以接受外國人的工作室，在那邊看，在那邊學。對。咁語言呢？你能係講日本話？對。咁我先學。我會一些日文。之前去日本旅行，就開始學日文，所以對日本這個環境不會太陌生，也不會害怕，我就自己去了。要拄好同意，其實日本係一個重要的地方。對，那去了其實會發現他們用很多方式可以有賺錢的方式，利用陶瓷，對，比如說開陶藝課、賣作品，或是借窯給人家燒。對，其實有很多方面都可以透過這個方式來賺錢。所以那回台灣之後，剛好有一個朋友的空間要出租，然後他又已經裝潢好了，所以我們就承租了那個空間，然後就開始自己做工作室。都係去個半年，對，古來都幾天，對，一個人去旅行的時候可以思考很多事情。對，唔加下咩嚟嘛嘅？會開工作室，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那時候媽媽身體不好，然後就覺得如果是在公司上班，你時間沒有彈性，那自己工作的話時間很有彈性，那需要隨時需要回去幫忙就可以回去。對。嗰種唔會開工作室，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考量，都係可以隨時回去照顧媽媽。對，然後我覺得我們家可能也有創業基因。因為我媽媽跟外公外婆也是自己做生意的，所以我就覺得那個好像基因留在血液裡面。對，原來咩係自家開？對自己做小生意。嗰種嘅對你都唔咩難呢？對，所以可以自己規劃自己的工作，然後執行，然後再把東西賣出去。咁你去到日本啊，你有受到乜嘅衝擊嗎？去嗰邊學習嘅時間？其實我覺得很大的影響是他們日本的文化，日本人很容易接受手工的陶瓷品。因為手工陶瓷品跟工廠量產的不一樣，工廠可能量很大，所以它價格很便宜。那手做的就是很難做很久，所以價格也比較高。但是我覺得日本人好像都可以接受這個價格，然後買回去也是真的會使用它。對，蠻生活化的對他們來說。咁係製作行咯，因為你先前係睇嗰種量產的工廠。咁他應該冇乜嘅機會自己捏陶，對不對？對。咁後來你去到日本，那時候還算菜嗎？就是對啊，剛開始學嘅時候。對。咁嗰邊的欣賞唔會過學哈？不會耶。那邊就是我去了2個地方學，一個是去立木縣的，有一個地方叫義子町，那邊是陶瓷產區。然後另外一個是瀨戶燒，在愛知縣。對，所以他們都是可以接受外國人，對，所以都蠻友善的。咁去學嘅係主要係學伊人嘅技術，但係包括伊人嘅，比如講嘅肥奶，乜嘅調配啊的。對，因為我覺得捏陶
很复杂蛮复杂的，从头到尾蛮复杂的。所以在日本的时候，就是每天就去拉坯啊，然后老师会带我去看一些矿场，就是最源头的地方。对，就蛮惊人的。然后还有一些土从矿场挖出来之后，会先进到工厂。然后工厂会把土过筛，然后重新调配一些矿物，然后才会压成一包一包的送到商店里面到给我们用，所以不是一般外面土挖出来就可以用。对。好，故说每许多个也是从头开始。对。比讲，伊呢一个规个身上很用来形成个。对。不过还有好技术。对。故说扮演如是很密集的。囤重块东西，尽量好转来。对，但是学回来自己开了工作室之后，毕竟那些土啊、原料还有窑都不一样，所以你还是要从头自己试过。对。刚是一多年前开业工作室。到目前10年了。有10年嘞。甲第行嘅人如果来谈咖啡讲吼，如迄伊个都讲的嘛，如在日本好多喺日本的奶啊。不过古人係用台灣嘅奶，加我用嚟真正做出一個自家上嘅作品，而啲仲有多乜嘅困難，人哋聊一下，我都仲來現場聽一個。非常多種來福起來嘅現場，我哋今日咧來賓係同一家聽咖啡，同個咖啡講到小學6年生嘅時節，想愛做服裝設計，後來真正也去讀嘅。不過裡面因緣際會吼來做嘅，應該說目前為止你最喜歡的，做一個陶藝去日本學嘅，都轉來台灣，差唔多我10年前即個開嘅工作室。cái miệng này quay chim nào đó nó vũ sư, nó會一個chim nào antipathy的miệng的咯。其實無事2個字在日文裡面是平安順利的意思。對，然後因為我們也是做生活道具、餐具啊這些生活用的器皿，所以會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吃飯、好好喝水、好好生活。然後平安健康，沒有什麼大的意外，所以就取了這個名字。你開始都想講，我作為係生活會用到的東西，唔係純藝術的。對，這是用哪個考量？因為在日本，就像剛剛講的，看到大家都很願意接受這些東西，所以當時的心情是覺得台灣好像大家還不跟日本不一樣，還不是能夠接受這樣子的價格或是這樣形式的生活器皿。因為以前家裡的器皿都是什麼人家送的啊，那一種都會有印字在上面。對，所以跟去日本看的樣子真的蠻不一樣的，所以就想要做試試看。家會感覺也有一點冒險嘛，因為如像唔講啊，日本人伊感覺藝業碗盤，家私個貴啊，唔過個獎，我能會接受。唔過對於台灣人可能有啲人會感覺像藝如果以前凡是看到我能啲盤咧，當個有乜個競爭吼，你感覺佢粗呢，唔過睇下如果感覺唔怕，藝如會總可以用就好，係啊，總吹都會10年前我開安嚟嘅，因為家私都會個高嘛，家下有掙扎哈，我還沒正經安嚟做。當時也沒想這麼多就可能還小吧，不會想，就做了。因為都想講看到日本按到按獎誒，也都碗盤也都，剛剛來台灣，我沒想要來做。對啊，而且這是可以做到一老的工作，不用再換工作了。係哦。對啊。你家下都安嚟想哦。對。為什麼？覺得可以自己完成一個東西蠻好的，因為跟服裝設計不一樣，服裝設計是只有一個設計的過程，中間其中一個過程，但是做陶瓷你是從土濕濕軟軟的土開始，到最後完成，很有挑戰性。對。咁今日人哋做訪看到你喺嗰度咖啡做嘅作品嘛，嗬，我對那一塊是介紹。
从那个像护手霜或是牙膏一样的花器好了，那个是就是早上起床的时候，每天起床在那个洗手间刷牙、洗脸，然后再把一些香香的保养品擦在脸上，然后就觉得很疗愈、很舒服，感觉今天都会过得很好，所以就把这个样子做成一个花器。那它就是可以插一枝花，然后你可以放在家里任何环境、任何地方都很适合，很简单。对。可是我呢，不简单，看起来规个空间如果冇共用。对，会有一点仪式感。不过要做起来归难嘛，看起来蛮有难度的。对我还是对你还好？还是需要试一下。对，比如说土的软硬度。对，或是它那个有折90度的时候，折的地方容易裂，对，会这些地方需要试一下。然后因为陶瓷的制造过程很长，它中间还包含了要烧，那烧的话是从室温烧到1260度。那在这么高温的状况下，窑里面的气氛是变化是很剧烈的，所以如果有一个细节没有做好，它其实都会裂掉，都会失败，所以都还是要试。对，也个迄几简单，几理嘅，你本体也看到讲，其实你喺生活用嘅东西，冇唔错，不过看起来如果有艺术感，对，咁还有其他嘅，还有这个云。这个云也是想说，看到天上软软的、蓬松的云很可爱，我就会有一种轻松自在的感觉。对，所以就把它做成一个云的形状，然后上面开了很多洞，就可以插花。所以它也是一个花器，你可以放在家里的任何角落啊，玄关、餐桌，或是餐厅的柜台、办公室的柜台也都蛮适合的。对。咁还有一个当然，如喺碗啊，好嘅平常时。对做餐具是因为会平常自己喜欢做料理，然后就会想说我做这个碗的大小，我想要装什么东西，然后手怎么拿比较舒服，然后还有杯子的话要怎么就口会比较舒服。会从不只是美感，然后还有从生活经验、使用的经验去发想，然后把它做出来。可是呢，因为每一隻碗好用的长度冇共用，有的碗就会俾人感觉很温润，如果一样是装饭，对，冇共用嘅碗，你装进去吃起来，其实有冇共用嘅感觉。对啊，那其实像餐厅的话，差别会更大。就比如说因为我们有帮怀石料理餐厅做餐具，或是帮咖啡店做杯子，那这些都是会根据他们客人的需求来做设计，就会跟日常生活又更不一样。韩国人呢炉係手做诶，对，哇，嗰種每一隻爐會有細微的不同。对，但是我们会有尺规，就会尽量把它做的规格是差不多的。你剛剛要做嘅整規爐係，它不是工廠的模具出來，爐係有一個規範，对，不過又有些把冇共用。对，其實爐會感覺拿到冇共用。对，这是蛮迷人的地方。剛還有看到也細細塊嘅係嘛嘅？那个是飾片，飾片就是像色票一样，因为釉是从矿物调的，那从烧之前跟之后都不一样，所以我们会做那个一小片一小片的饰片，就像色票我们要去对颜色，但是它跟水彩不一样。它没有办法调的时候，你就知道它是什么色，所以要烧。那烧出来有时候会有一些脱釉啊，或是针孔，或是它没有办法附着在陶瓷上面的各种状况，所以都要试过才知道。对。嗰個雖然要談起來做飛嘅做頭，如係好像很浪漫的事，可是其實也很科學哈。对，蛮科学的，从土啊、火啊、温度等等这些都有关联。对。嗰種如果因此，就像頭都講，也給很像護手霜、牙膏，你就是每次都要試。對，而且你試到了，也不一定每次都會。對，所以有感性、有理性的部分。對。咁你除了去甲做，你嘅工作室係你等人哈？現在跟我先生一起。对，然后他现在负责做釉药的部分，因为釉药太科学了，都是化学。对，
女生的头脑比较不容易理解。哦，你老公来做过科学的东西，对按来负责做出来。我负责做感性的部分。哦，个除了正面嘅单内啊，讲因的 CEO 嘛嘅唔能做出来人脉以外，没有做线上。对，我们有开陶艺课。哦，对，那陶艺课目前是大人为主。对。然后我们有礼拜2白天的课跟礼拜5晚上的课，这2个族群不太一样。礼拜2都是一些妈妈，他们早上送小孩去上学之后就可以来上陶艺课。对。那礼拜5晚上就是白天上班的上班族下班可以来抒压。那我觉得这陶艺教室对他们来说很像一个树洞。他们在上陶艺课捏土的过程，可以暂时逃离原本的角色，对，都蛮舒压的。嗰种唔系咪写陶艺系逃走的陶艺教室的陶艺课，对。點解咩幾多年我人嚟講，嗬，都係陶藝考試有本人有一啲點清下來嘅時間。對，好像現在人真的是更需要。對，蠻需要，因為大家壓力都很大。剛剛有數到你嘅學員有冇嘅回饋，你印象很深的嗎？他們都會給我們一些，比如說他們家裡他想要做什麼餐具啊，然後或是他們平常對於餐具會有一些要求，有什麼講究的地方。那有時候可能這些地方是我們沒有看到的，對，有點像是顧客回饋，大家一起成長，大家一起做出更好的東西。哦，可是呢，大家來上一個陶藝課，伊能做出來也咩係用得到的東西。對對對。哦。但現在也很多人喜歡做療癒小物。哦。對，比如說自己有養貓啊，就做貓咪的樣子的小飾品等等。哦，咁唔搞係一般按到嘅學員，大家做的東西冇夠用，沒可以。也可以，但是我們上課的時候會有一個範例。我們會透過範例教學來教大家一些成型的方法，但是大家可以根據他們的需求再去做改變，所以其實彈性蠻大的。哦，咁你係一塊工作室，都有開始搞誒哈？沒有我是自己試過了大概1-2年的時間之後，才覺得有信心可以開陶藝課。哦，你講對自己的技術都有信心。對。剛一開始會搞，因為你看起來就是有點內向、害羞的感覺。剛一開始會搞，你會有什麼門檻要過嗎？主要是技術門檻吧，因為大家來的要求不一樣，或是他們有時候會看到網絡上有什麼照片很漂亮，喜歡就拿來問。我講要做一個。對對對，那其實所以就會有一些技術上的門檻要一起克服。對，或是一起找方法把它做出來。哦，你有冇個印象學生點了一個很難做的東西？學生很難做的東西常常真的哦。比如說有一些是像藝術品啊，哦，像藝術品的東西，對，因為其實實用器皿比較好做，對，因為它可能就是圓的，對，這樣子。那但是藝術品就各種形狀，然後有一些什麼角很細啊，有一些很細節的地方需要克服困難，對。哦，韓國嘅困難唔係講演得出來如何，韓國社會唔會團結。對啊，因為陶瓷要到最後才會定案，要燒完才定案。哦，所以在過程中，如果沒有好好照顧它，也是有可能會裂。但其實做陶瓷大概要等1個月的時間。哦，有研究啊？對，因為中間要燒2次。要燒2次才會完成。那中間它在乾燥的過程中，它會收縮。如果你沒有粘好，比如說杯子的把手沒有粘好，它接縫就會裂掉。哦，所以有一些小細節還是需要特別注意。嗰種其實嘅失敗率很高。對啊，所以要慢慢降低，要慢慢增加良率。哦，嘅確實有一個修行感嘅，哈，如果我聽聽呢。提做出來，有耐心，所以常常就睡覺之前也還在想它。哦，哎呀，哇，這點生活的重心都係一個嘢。對，哦，等一下呢，我哋如果談嘅故事吼，係一個咖啡移除了提起個工作室搞，還有許多六櫃可以嘅個匹配的經營工作坊，我哋聊一下聽，過來談一部分的故事。
刚都做来福喜来嘅现场，我哋今日嘅来宾係陶艺家聽咖啡，做咖啡分享到幾度吼，應用嚟喜歡陶藝，還個用嚟學，還個開工作室，還個一個作品。除了搞這家工作室底部搞以外，前一陣咪有一個機緣吼，去到六龜開一個整形工作坊，屯。这个牵线主要牵线呢，係咪給龔祖宏師傅？对，是他邀請我們去，因為他是六龜人，所以其實他是更早好多年前在六龜有做一個辦學計劃，对，然後是要去他邀請了好多不同的職人老師。然後陶藝就是邀請我們，那我們就是去龍興國小教，那時候是教5、6年級的同學，對，帶他們做一些陶藝課程。這些辦學計劃主要係希望帶動有哪個目的？他其實是希望在偏鄉的小朋友可以有更多不同的嘗試。對，因為帶小朋友用石頭做器皿。用石頭做？對，因為大家知道老農溪六龜的老農溪有很多河床上有很多大石頭，從山上沖刷下來的，對。然後我覺得大概也是六龜的特色之一，所以我們就帶小朋友用石頭當作模型，把土蓋在上面，然後做出每個人形狀都不一樣的器皿，對。你剛才用嚟上到用一個方式的呢？其中一個目的是因為其實大家都蠻習慣，平常家裡用的是工廠生產的器皿，很整齊、很規則、很薄。但是我覺得器皿的樣子不應該只有那一種，所以我覺得可以透過這樣的活動、這樣的課程，讓小朋友有不一樣的創意。對。咁後來你去開一個職人工作坊，係針對一路太年哈。對，後來去年有一場是小朋友，然後另外一場是大人的。那它是開放給社區的居民參加。對，那六龜因為山上斜坡的地形適合種咖啡豆，所以他們其實也有咖啡豆。讓我們就帶大家做咖啡濾杯。對，因為咖啡濾杯比較難做，可能不適合小朋友。對，所以就在他們有一個空間叫638這個空間，帶一些社區居民做咖啡濾杯。咁去到六龜有乜嘅印象鬼什麼事情？我覺得一開車進去就是很漂亮的山跟天空，這大概是住在都市裡面比較看不到的印象。對。然後因為那邊也是有客家人，所以來上課的一些阿姨們都跟我講客家話，就特別親切。伊人頂他嘅對。咁搞一道沙琪嘅居民啊，有乜嘅特別嘅感受哈？他們會跟我們分享很多名產。個拜雙鍋爐有好食。對。咁你去到嘅有食到乜嘅？吃到什麼洛神花呀、酸梅呀、咖啡呀，還有一些山茶呀，都覺得很好吃。咁你去到六龜啊，我感覺講，因為一般我感覺講這邊個偏僻一些，可是體型方面係啦吼，我感覺講可能比較偏鄉。你按你屁股還有對菜體嘅感受有乜嘅冇可用哈？因為以前應該也很少去到六龜，對，後來才會覺得哇，原來因為六龜地區很長，所以就原來發現哇，那邊有很多很特別的物產，對，後來有這個機會龔祖宏師傅啊，然後牽線擴展到更多，而且有點做，它有點像社會工作了哈。都有些吧呢，你自己有什麼特別的感觸嗎？我覺得一直就是可以離開都市裡面去上陶藝課，其實對我們來說也是一個拓展，就覺得是一個不一樣的陶瓷的工作的領域，對，感覺更跨進社區裡面，會有跟平常我自己在工作室開課的形態不太一樣。對，你今日可以咩？我失眠呢？對，你講我要失眠，
有没有个编发哈陶艺这件事？对，我觉得大家其实像我刚刚讲的，越来越能接受一些手工陶瓷。然后近年来陶瓷工作室也越来越多。有没？对，其实有很多人是白天上班，然后自己放假在家里捏一些小东西，也蛮多的。对。如果我也个好像越来越深入太家嘅生活当中，路边呢，以前我讲我捏陶是一个很专门的事情，一般人唔可以去做，不过更加嗰种够生活的。对啊，而且大家压力大，需要一些舒压的地方。不过你的经营啊，会困难吗？经营上面会有一些淡旺季，对，比如说暑假的时候。人就比较少，来上课的人比较少，因为妈妈们都要照顾小孩，没空。对啊，或者是大家就出去旅游啊，出国，所以暑假算是比较悠闲的时候。但我们会利用这段时间，再自己重新做一些实验，做一些尝试。对，该有困难到提想过我要不要转行的时候吗？会耶。有哦。因为创业嘛，你要自己负担自己的营收，你要全自己负责，不像在外面上班，你每个月可以领固定的薪水。有时候蛮羡慕上班的人。因为创业如果只有不过你如果台，对，去搞要开所有嘅经验嘛。对。嗰種同老公有討論過，係咪愛變係咧？其實常常會有這方面的想法跑出來，但是我們還是繼續做，因為這個工作真的蠻開心的。做乜嘅愛喜歡哦？為什麼那麼喜歡？可以自我實踐吧。對，就像來上課的人也一樣，可以自己真的做出一個看得到具體的東西，是一個很大的自我實踐。超過，但是移民人平常是都是被時間追着跑。對。不過我去學一個東西，我也要做一個，這個時間是我的，我決定要花的。對，好像時間停在那邊，你自己的心也停在那邊一樣。我之前如果聽人講，我有學安尼嘅東西，如果感覺你的人生比較有你主動權。對。希望如喺我哋冇去限制我要做乜嘅，如喺時間，乜嘅事情慢人問我去做。如果感覺你的人生沒有主動權，我要種時間，如係有，因為也係我家庭我嚟做嘅。對。唔單止家庭做，我還真正看得到一張成品，如果夠有成就感。對，還可以拿來真的可以使用。超過。雖然不是我有一個想法，如果要按辛苦，係咪冇做誒？不過又做出一個東西耶，那個念頭又打消了。對啊，常常是自己一直不斷的在突破。嗰種也有辦展覽。對。之前也是好多年前在台北迪化街有一個叫做葉進發米鋪的一個老房子，裡面辦過第一次展覽。那邊因為是米鋪，所以我們就做了比較多食器，對，碗盤啊、杯子等等，跟吃飯有關的器皿。那後來還有一次是在高雄的一個家具店，他們是賣北歐家具，所以我們就做了比較多花器。睇架係用嚟俾兒童買嘅咯。除了在展覽上面可以買之外，還有一些可以寄售的商店、選物店等等，然後或是會有餐廳來找我們定製餐具。對。咁而家係用嚟簽到嘅咯。透過網絡或是朋友介紹。嗰個更加網絡咪係個重要嗬。對。你喺兒童當個本人看到唔做嘅乜嘅東西。對。所以現在是我10年來有感覺越來越好哈，還係競爭越來越激烈。其實競爭越來越大。對，因為如像你講，一個工作室可能會越來越多，比較普及。對，大家慢慢能接受這樣子的工作，或是這樣子的製作方式。雖然它的製作門檻比較高，但是好像大家都蠻喜歡的。感覺就還是有發展性，雖然競爭會激烈，對，可能門檻高，成就感也會比較高。工作堂議論唔會引起
想要突破自己呢，吼。对，但是虽然是蛮辛苦的，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不同的方面是可以互相配合的。比如说餐饮啊，或是花艺啊等等，都是可以互相搭配使用。因为有去过日本嘛，吼，不是我去看伊的发展的情形。因为有一个理想的爱工作室，应该会变作用的哈。你们会设定一个理想或目标吗？最理想的大概是跟住家在一起，希望有一个比较大的空间，可以前店后厂。然后我们住在楼上或是旁边这样，因为这样如果半夜突然有灵感的时候，可以去工作。哈，竟然黑暗的爱气氛哦。对，所以你不会排斥说，就像你讲啊，不要衰木还会英雄啊，或做嘛个，你其实不排斥这个，不排斥。但都会希望讲，爱上多应该可以马上。对啊。哦，爱气氛呢？因为现在的工作室跟住家是分开的，虽然很近。但还是分开的。人家谈起来个种一开始讲这个是可以做到老的工作。对啊。你的理想是安尼的吼，不用再去面试了。如果一直不是退休，那可以做，如果安尼做下去。不管虽然现实是过困难的，不过深度的一个事情。就算以后不是靠这个谋生，你还可以都有一个可以做多路的事情。对啊，我觉得很幸福哎。这其实真的是蛮难得的，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可能每本大家一个启发哈，就是可能会寻到安尼的事情。就算伊没落实的攻击，不过你寻到一个多路还可以做的。感觉如人生过单呢，就算我不是用这个谋生，我们是在做这件事，都是很快乐的。对，今天非常感谢咖啡分享精彩的故事，多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甲乡亲朋友撒下来，莫转台谈论欣赏，好好运通。各位福喜来嘅观众朋友，有请大家去到我们嘅面书粉丝专页面站，韩国订阅 YouTube 频道，随时发落福喜来嘅消息。